我们文化局必须要保存一个原汁原味的眷村文化园区。水交社当眷村必须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整个做一个新的规划的时候，我们留下眷村的记忆、眷村的痕迹，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它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它慢慢变老，可是这个建筑里面的故事一直填充，一直让它到饱和的状态，重新整理。可是很多建筑物的纹理啊，或者是那时候的建筑风格，都还是可以依稀看到，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脉络。看到好像有适合小朋友的那个飞行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因为我们水交社真的是，从落寞到现在哈，真的是已经发展到很多，从每个季节都有活动，从大到小都可以带着我们的亲子来我们的水交社文化园区来观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水交社园区的前身是空军眷村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保留眷村原有的建筑，并结合历史保存水交社的记忆。然而，现在更结合艺术与人文，将首度举办水交社晴空艺术园区，是暑假小朋友的好去处。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将于8月1号登场，为期3个周末。来这里不仅有艺术舞团表演可以看，亲子互动游戏可以玩，还有市集可以逛哦！快来这里看看眷村与艺术蹦出的新滋味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有趣的一个艺术节，叫做晴空艺术节。水交社是空军的故乡，这边曾经是空官住的地方。那必然的晴空是这些空官他们架设飞机翱翔于天空的颜色，所以我们特别用晴空艺术节。那从8月1号到8月16号，连续3周的周末，在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包括晴空市集，另外还有你曾经想要当空官的梦想吗？那么我们请大家来当一日的空官。怎么当空官？教大家折纸飞机。折纸飞机是很专业的一门工作哦，有专门的人教大家折纸飞机，让大家的纸飞机可以射得更高更远。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戏剧、舞蹈的表演，都在我们周末的假日当中。欢迎所有爱好晴空的朋友们，不要忘了8月1号到8月16号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7月2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国庆宴会首次伫咱台南举办，身兼国庆晚会筹备会副主委议长郭信良，就大力出席10间高中级学生组成了联合乐队，要来加入表演，希望展现少年人的热情活力。联合乐队精英培训营开训典礼，23日上午伫嘉泽高中登场。这次培训由国立台南嘉泽高中以及屏东内部农工协办，邀集港民高中、自由高工、詹文家商、詹文农工、南港中学、屏东女中、屏东高中以及协和幼德高中等乐队参与，将进行为期3天的密集训练，希望会当伫国庆舞台上呈现上完美的表演。一队联合的演出，其实对我们高中同学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当然，你要拥有这一个很棒的回忆之前，必须要有刻苦耐劳的一个练习。一队的练习从来是高中社团活动里面最艰困的一块，它不仅是体力、毅力、智慧等等所有结合在一起，最重要要能够坚持到底。我相信再来的3天的一个训练应该也是非常艰辛，但是如果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也相信这个果实一定是最甜美，也会是各位在高中当中最美的一个回忆。跟很多
人一起练习，然后还有很多校，然后我们也第一次参加类似这一种营队，对。所以很兴奋。对，很兴奋。可以跟其他9所学校一起联合，一起超国庆，然后就蛮开心的。这次很高兴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练习，那也感谢各个处室们的帮忙，然后让我们有这个舞台可以在这边表演。在开训典礼上，议长郭信良以及议员郭凤仪嘛特别出席，为各校的仪队学生加油勉励。学生在操演这个仪队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别的学生呢，很少要去遐吹风晒日，而且呢，这样艰苦的工作，这是所有学生内底足少看到。所以原则上，我们就会非常大力的支持这项的创举和活动。一方面可以鼓励学生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一方面可以呢锻炼更好的团队的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次的联合操演呢，能结合整个各个学校，未来展现给所有台南市民甚至全国的民众来观赏。这次参与结训的学校总共有10间，包含屏东县以及台北市等跨县市的高中级学生仪队。每一位学员拢加紧脚步，努力练习，希望会当全体通过一份的考验，以精湛完美的演出登上国庆的大舞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讲到少年人担起做16回传统习俗，伫政府带头甲民间的响应已经是遍地开花。对此，安平开大天后宫今年所设计成年礼嘛，真无共款。除了家里山海圳的步行体验，也有大航海寻宝的主题。主委嘛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到经济，所以参与成年礼完全是免费，请94年出的学生把机会报名。这16回是台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其中安平开大天后宫一直创新来结合在地历史，吸引青少年参加。今年天后宫的活动范围已经超越过去的感恩之旅，特别的是过鸟舞径等成年礼以后，要加入山海圳的步行体验，向前步步高升，迈向高峰。今年咱上界重要就是讲，咱结合山海，就是讲。要爬得越高，走得越远，爬得越高就是登上玉山，走得越远就是我们那个龙腾，展翅，换那个到世界各国去奋斗，这个是我们今年最大最要那个期待他们那个能够那个龙腾展翅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对来向前成功启航的山海圳之路，今年更以大航海为主题设计一系列仪式，同时准备相关的纪念品。其中上吸引人就是模仿古早珍宝中的客啊。这个山海经就跟有台湾然后从我们的安平里面再出发所以我们有大航海概念你就知影较早大航海棺的皮包内底拢是藏宝图藏宝箱啦就像好像这样一个藏宝箱，里面除了黄金了一寡印一寡证件啦包括一寡地图放伫安尼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里面，很大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以这一个就是放一寡象征性的黄金啦然后象征性的一个印跟它的地图，让他带着他随着他往世界航海走。为了宣传今年精彩个特别的成年礼，甚至到时还有制作仿西洋船头的秘密武器。上午天后宫伫民政局甲安平区公所的协助，正式向市民发表。会长嘛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经济关系，所以参与学生只要先交保证金，拢是全程免费。不过因为只限300个名额，欢迎94年出的青年把机会报名。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为了推广北区的庙文化和少年朋友，区公所特别甲现代南理中以及文书工作者打造了镇北好神的桌游，除了要伫8月22号来办活动，还要结合实地走读，互民众会当更加亲近地方，了解当地庙文化，也欢迎亲自组队报名参加。桌顶的地图当中写满了北区知名的庙宇，这其实是由着区公所所推出的桌游《镇北好神》。为了推广当地文化，区公所特别结合现代文书工作者、甲南理中等单位，
运用北区知名的庙宇，加上无共神明的信仰，推出了这款桌游，希望来吸引少年人的眼光。23号举办发表会，会长也特别邀请小朋友来体验，大家拢算啊非常的欢喜。我觉得还不错玩，因为可以知道庙的名字，然后还可以知道他的信仰。咱这个桌游吼，是交咱北区内底的庙宇吼，以庙宇来做一个出发点，啊庙宇伊有伊各种的无共款的功能，吼啊，比如求爱情啦、求健康啦、求学业啦，吼啊求官运啦，啊透过咱这套正北桌游吼，来互咱认识到咱北区咱的庙宇的一寡特色，吼那另外呢，咱嘛有结合到一寡咱的生活吼，譬如讲最近有登革热来啊，你若去抽到牌啊时阵，看免啊来应对，免啊来面对，拢会使伫咱即个正北桌游内底内容内底来学习到，伫咧遮嘛欢迎咱观众朋友来透过咱正北桌游来认识到咱正北坊文化园区的一寡特色，提升到咱的对咱地方的认识。为了推广这款桌游，区公所也将要伫8月22号举办桌游比赛。同时结合正北坊文化园区的实地行读，互参与的民众会使虚实结合，更加了解当地信仰的故事。咱伫个迄个7月27号，特别开始来报名，拢总有10组，一组有4位朋友。那咱若准到4个小姐来报名的话，3加1位小姐来报名的话，咱会使获得这组咱正北好神的桌游用具，咱一组这4架还要900几块，咱8月14号，咱会来举办着一个，就是咱的正北桌游比赛的迄个会前赛，这是一个友谊赛。那互大家拢会使知影讲，咱这桌游要安来耍。那咱8月22呢，咱就下晡咱就要开始来做咱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有分做2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拢有咧算分数。第一阶段就是咱叫咱迄个导览老师要来导览咱的正北坊。那伫这过程当中，咱会使食到绿豆汤搁另外一个就是豆花这2选1啦。转来了，这过程当中，若感觉分数无介悬的，咱会使伫咧桌游比赛时阵发挥到咱的实力，来争取较悬的分数。那第1名的咱有3000块的奖金，那第2名有2000块，第1名有1000块。所以伫遮嘛鼓励到咱观众朋友来踊跃来参加。这届的比赛也特别选伫行政宫的庙埕来举办，因为庙埕过去是民众交流资讯的空间，也是一个过去真重要的回忆。区公所期待透过安尼的比赛，将现在的小朋友带到庙埕，互因体验过去的庙埕氛围。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台病多年来推广安宁疗护设立援恩病房已经22档，除了照顾无数生命危急的患者，相对嘛得到侪朋友家属的肯定。上有伫一年一度的感恩会中，有朋友家属为了感念，特别捐出150万来收听，同时借此推广居家安宁疗护的重要。新台病援恩病房伫历届院长的支持，目前总共有20层的规模。院长沈梦如表示，照顾生命危急的病人会当安宁离开，除了展现医疗的实力，嘛是一份社会责任。嘛因为这款的理念甲价值，病院无计成本投入经营，互病人家属相当感动。上有伫病房22周年的庆生会中，家属除了捐出120万，肯定病院的照顾以外，嘛推广建立居家安宁的重要。爸爸一直是在血液肿瘤科做门诊，但是经过积极性的治疗以后，假如你的反应并没有效果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刚好我的大弟弟汪威达汪医师，他跟我们提出，我们可以做居家安宁疗护，因为爸爸基本上还可以活动，所以呢，我们选择转诊到，我们本来就在成大血液肿瘤科，所以跟医师商讨了以后，我们转诊到安宁居家门诊。在居家安宁，第一个是病人最熟悉啦，而且你的家属也可以随时在旁边可以探望，那这个病人最放松啊，家属也不用说天天你要到医院去看，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成大的安宁团队他们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帮我们照顾，让大家真的是全部的家人真的是觉得虽然说很不舍，但是就是在心灵上可以比较
可以比较很安详啊。看到大家整个都很平静哦，我是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加上肯定，加实际的观看，嘛，互病房外面的原恩树每一档拢为生机添热血，持续散播大爱经济。这是我们的原恩树哦，那社会各界呢慷慨解囊哦，那为我们团队的一个资助，让我们这个原恩树呢能够生生不息，从一棵树。那慢慢茁壮成长成一个森林，哦，那这我们会善用社会各界的资源，让我们的未来服务在我们未来的病人跟家属身上，哦，那给他们有更好的舒适的一个照顾。原病房经过22周年，除了让更加侪人了解安宁缓和疗护重要，嘛大大凸起民众对安宁的错误印象。台南新闻关之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人爱读册》节目。由海北中共甲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所共同推动的大庙行学，因为鼓励学员以台港在地风景甲事物作为主题创作，所以开办了花艺、画图甲陶艺等等的课程。已经过3个月学习，上学员拢相当的欢喜，伫中共展出因的学习成果。大庙新学创业学习故事展，23日伫海尾调风宫展出成果，内容包含生活绘艺、粉彩绘画、生活日语、陶艺等。经过3个月学习，每一位学员拢提出家己的骄傲作品，并伫现场解说因的创作理念甲学习的心得。人生的写照，这个已经午后了，午后就是我们人生已经到了顶点，又往下走了。那让它发挥更漂亮，看它也是蛮美的哦。所以虽然啦黄昏，有没黄昏啊？可是也是还算是美的，是给自己一个鼓励。第一期我嘛是选着这，画了足成的呢吼。你为什么我都画了足成安尼？我有的是画出来啦，地点较歹的所在老师有改过。安尼就感觉就真水。老师教了就好啊。老师教了就好。我目前参加了插花班，还有这个书法班。在这2个课程中学到了非常的多，让我人生也觉得晚年有很好的光景。有啊，学习中，同学们都非常的帮助，插花班的同学也是非常的，每天都是笑容满面。生活绘艺班老师黄林平表示，大庙新学是一个在地学习、热爱土地、真有包容性的学习中学。它是一个结合在地的文化，然后很热爱土地，然后结合非常看重村民的一个聚集的聚落这样子，所以这里的聚落很开放、很自由，可以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互相交流跟互相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包容性，我觉得是很宽广的。调风宫副主委车文雄也特别来到现场，和这群大庙新学创业的公民美学家加油打气。在座各位的阿姐甲阿嬷吼，是台江之光啦。为什么？恁可能50外、60外，甚至的时阵像阿嬷你讲80啊，就对啦，还搁咧学习，这是足值得的时阵就对啦吼，人钦佩的一个动力啦。咱大庙行乐伫今年啦吼，下半冬暑假期间，咱就伫大庙、伫扶摇将军庙、伫台港文化中心来办这样的创意学习故事展。
望大家做伙用学习的力量，特别是公民参与的力量哦，来带动咱台南市营造一个公民的社会。看到学员不分老幼，欢喜展示因的创作，显示出大庙新学为地方创新所做的努力。社区大厦大港分校，嘛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加入在地学习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相信多数学生烦恼毕业以后要找头路，不过现在劳动部所推动的选柜训练期间计划，就是要学生会当一面读册一面就业。而其中有一位86年厝的陈新元，等于参加该计划表现优秀，一毕业就被企业加薪留用，工作半冬就成了组长，管理20多名员工，从此无同款的人生。去年对昆山科技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陈新元，工作这半冬，已经升任汽车零组件大厂制停部门的组长。伊回忆当初高职毕业，因为对读册无兴趣，毋过透过政府的选柜计划，一面读册一面学，不只有稳定的薪水，也当兼顾升学，真欢喜当初做出正确的选择。高中毕业后，在思考是否继续升学。因为对念书没有太大的兴趣，刚好看到有双轨计划，可以边读书边工作，觉得也不错，就参加这项计划。4年下来，累积不少工作经验，一毕业后就有工作，现在也担任制造大厂的管理干部，很开心加入双轨计划，让我人生很不一样。是当来陈新元透过专业的训练制度，虽然辛苦，不过一毕业就比别人行入头前，先去坐坐探索的时间，确实是真好的投资。根据了解，目前分家南分署伫辖区内面参加该计划，到南台、昆山等4间学校、9个科系来协助青年。双轨训练计划推动多年，云嘉南地区的学子参与的有1500多人。那劳动部呢会补助我们学生1半的这个学费，同时训练期间呢也有训练津贴可以领了，不仅可以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同时最大的优势可以增加这个职场上的丰富的历练，那留任的就业率也达到97%，所以欢迎我们有兴趣的学生朋友们多多来利用这次计划。以陈新元为例，只要唔惊艰苦，都来当兼顾升学甲就业，相信会当掌握无同款的人生。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天气的变化。现在是最风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